逐冬拢有咧闹这看遐，我讲庙拢有。嘿啊，啊，逐冬拢有咧闹这。这都是啊，这算啊，要妈祖庙天路这是。啊，拢下晡咧运动咧。啊，咱毋来1点遐，1点钟头就来啊。哦，点外，阵头先来到遐报道表演啊，来就运装啊。咱像对迄落啊西边啊运来。对家路遮过。哦，对家路遮过啊。哦哦哦。敢有足暗？敢有运装甲足暗？无啦，袂足暗啊。哦。哦，安尼，就安外倒还袂1点来，来咧食啦。啊，还袂1点来，来咧食。安尼当翕袂着啊吼。对。哦，我足济顶大球的呢。啊，遮庙偌济间？一。遐我讲庙啊，遮妈祖庙安尼。啊，大间迄2间啦吼，啊来就师傅来啦吼。好。啊，今仔日礼拜呢？啊，今仔拜。啊，这顶大桥拢一般拢2个呢。你开车的是？开车来。啊，这顶大桥拢2个尔哦。哦，是个。啊，拢无咧用塞的。哦，用塞的啦，哦，伤忝啦，热吼，啊较少人吼。啊，你车放多？哦，放伫迄庙边仔的呢，庙边迄北边仔，爱去行路行出去呾，去庙边仔。哦，哟，较无路吼。危险了，对。哎哟，苏太太，你又要做账啊呢？无呢，人讲阮头个还袂对面讲叫我放羊。有这个代志哦。对啊。哎哟，哪会安尼？袂使用账哦。讲叫我莫放啊。哎哟，哪有这个道理咧哦？搁无我也拢无款办遐无。都还袂对面我爱办。哎哟，安尼哦，安尼普渡毋同啊，袂使。普渡迄阵对年了啊。哦，对年了，啊若要对年办普渡也袂使哦。啊，袂嘛袂使。啊，等人庙咧闹这也袂使办香啊。若有人迄个也袂对年拢安尼哦。是讲咱家己无爱啦。哦，像讲派白粽人啊无。白粽是算人咧喜事还是咧庆祝咧用的款啊？安尼对，算做年节啊，人咧闹热咧用的啦。对。哦，卖白粽，啊，佫有即个道理咧。找彭伟去读英语哦。爱去遐当兵啊，尔呢。哦，到几点才会转来？到下晡偌久换啊？哈？暗斗转来咧。啊，一补拢离啊。礼拜敢有要佫去补？啊，无讲礼拜人拢活动咧闹热咧，活动咧请人诶，2礼拜一个月第2个礼拜，去活动王请啊，才转来安尼。听道理个智慧较会开安尼，讲普照智慧较会开安尼。了人先佛甲咱慈悲报咱一条好路啊！囡仔爱栽培啦。囡仔读册要带遮读无？伊也要带船读。有要带遮啥？无啦，伊也要遮落去，倒来落来，嘛无时间。安尼哦。安尼。会早时啊出去，即个7点转来食饭食食，就是搁去安心班补习啦。安尼吼。暗斗倒来。安尼哦，安尼食饭有照正常无？见食一滴啊，哎哟。哎哟，哪会安尼？整咧熬大啦，食好饱。这会烫的，当好食的款。细啦，好料的呢，迄豆腐哦，软啊，Q 啊，好食的。迄个做啥？豆腐皮哦，嘛毋是豆包啊，包迄个做苹果呢，佫沙拉呢，吼，安尼煲的好食。好紧啊，有食着落啦。无讨到无菜啦，迄就是拢办到足车草咧，请人客食无了就来斗食较好啦。
毋通去买菜啦，吼，爱小福啦。我是伫恁厝客内呢。你佛堂啦，会啊，佛堂去求道拜拜，迄佛堂啊。迄第二个礼拜日咧请人个，啊，今仔日是去读册的哦，论语哦，读论语哦，读个孔子讲圣人的教育哦。